大家好，我係維他。今日我帶大家一條龍睇晒元朗三大古廟，佢哋分別就係觀音古廟、玄關二帝廟同埋大王爺廟。我始終相信一人小福，十人中福，百人先至係大福。我今日唔係為自己求，我只係帶住大家嘅善願，祈求眾生平安。首先呢度係元朗東頭村嘅觀音古廟，建於清朝康熙年，已經超過300年，係香港嘅2級歷史建築，正氣十足。主祀觀音，亦奉天后、財帛星君。天后廟裏面有千里眼、順風耳。喺觀音廟有哼哈二將，求平安、家宅和順、正財出入平安最為相應。早排電視台喺度拍攝過，位主持喺度祈福之後得到個橫財，捐咗10幾萬俾寺廟維修。大家一陣可以見到，仲有啲工程未完成嘅。福氣從來都唔係強求返嚟嘅，心誠則靈，心善則福至，懂得回饋，福氣先至夠長久。出咗觀音古廟向右行幾分鐘就到咗玄關二帝廟，即係元朗人稱嘅二帝廟。供奉係玄天上帝同埋關聖帝君兩位正神同廟，所以叫做二帝廟。1級歷史建築，最特別係佢門口嘅豎寫二帝廟呢個牌坊，全港極少見到，莊嚴甚盡。
步出二帝廟，直行5分鐘就係大王古廟。大家唔好混淆，呢兩間係唔同嘅廟。大王古廟主要係祭祀南海洪聖大王同埋楊侯大王，同樣都係1級歷史建築。以前呢度係最主要處理虛無同埋張貼告示、化解紛爭嘅地方。呢間廟呢，有390幾年嘅歷史。至於呢個鐘呢，就係乾隆9年嘅。大家而家見到呢個頂呢，就係乾隆36年嘅。最後教大家點樣去搭地鐵去到元朗站 AB 出口對面，直行大概10分鐘唔使就到啦。總括一句，3間古廟300年歷史，各有靈氣，各有威嚴，一條路行晒，最為圓滿。最後一句，希望各位推廣俾你哋嘅親朋戚友，廣結善緣，一人小福，百人大福。多謝大家。